好，而家嚟到咧呢個庇護中心，藍田啟田庇護中心。咁咧話，聽下人哋講解先。老師攞啲嘢凳啊、氈啊、瞓住先啦，同埋要做登記啊。喂，睇住啊你！得，自己攞啲啊！有朋友嗰啲咧就唔使留喺度，咁我當然唔喺度啦，係咪先？我有朋友噶嘛。喺度住先登記，即係我唔使登記啦。邊位有親戚朋友可以先可以暫住嘅？咁可以走啦。就可以走嘅。耶！如果你哋暫個地方揾得冇嘅話，或者朋友咧要喺度暫住咧，而家我哋同你登記，得唔得？明白？喂。哦，今晚唔翻去住啊！死啦！所以冇得搞掂，有段時間，一係打風期間咧。算啦，今晚我可能翻公司。攞字。算啦，呢度。